今仔日主人家派出去打红主意，刚刚的政治主意，刚刚收费钱啦，有主意，刚刚所有家庭交流的主意规划，刚刚今仔日情况规划，咱的议员，这议员代表，所来宾，大家为着快到快到这边。上来先到咱太子宫这个庙顶，会当代表这城市的传承，小弟遮有几句咧讲，第一句就是因为今仔现场，咱来到咱北港少年宫，咱市长，咱市长，我一定今仔提出咧，因为今仔日咱。好咧，这太子宫会当跟这个县，有人跟北港来，北港少年宫以这个全条开始，就对这个路教材啦，会当来叫副官来这个会用，当时会用，来做这红包，因为。到尾啊，这个水车用水袂当过，咱太子宫的太水应价交代，伊要做会车，所以这个时阵，咱的所在的这个几乎现在，咱太子宫的太水会当这个所以现在这我就是这摆台湾北部来加油，但是咱现在讲这个北港了两个庙，有啦台湾这个庙是北港庙，北港嘛就是来回庙。我就没有，这北港相关的些公司我要讲，公司不能一般100年来买的时阵，第一就是看着这个大节目，所以一天多不准人在个方来叫咱的这市民所以今仔日太子宫甲破这件。这个历史源远再现，就是讲咱的台湾的命运搁在进一步这个发展，所以有今仔日我爱感谢太子宫安中的这个建议，到今仔日台湾这个历史宗教华人的传承，要感谢咱国中央的配合，所以小弟看到太子宫这个景20多天活动，给咱这里话，我嘛感谢咱张主委，咱陈总咱所有领导，这个努力，会当互今仔日这个正式做这个做点代表，会讲这个时候，所以今仔日小弟妈叫大家继续支持。互这个桥圆满再圆满，最后我要祝福咱的中华万岁，天地好美，万年来所有各种目标达成了拢非常兴旺，未来这个天气会当非常明显，而且祝福各位先生身体健康，康平安，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感谢咱注意，再次邀请咱北港朝天宫挂上指令。